樂樂詩詩1分鐘。數學圖形系列面積2。咦？又有新寶箱要解開。今次要計圖形面積，但係我唔識啊。原來今次要計三角形、梯形同圓形面積，等我教你啦。三角形面積公式係底乘高除2，呢個三角形嘅底係6厘米，高係4厘米，面積就係6乘4，再除以2，等於12厘米，所以第一組密碼係1、2。第二個係梯形，公式係上底加下底，再乘高，最後除2。呢個梯形嘅上底係3厘米，下底係7厘米，高係4厘米，面積就係3加7，再乘以4，最後除以2，等於20厘米，所以第二組密碼係20。最後一個係圓，面積公式係半徑乘半徑，再乘派。呢個圓嘅半徑係7厘米，而題目提供嘅派係22/7，所以呢個圓嘅面積係7乘7再乘以派，等於154平方厘米，所以第三組密碼係154。原來咁簡單，我明啦。多謝你啊，詩詩。下次有唔識再問我啦。